歐洲100年就做咗個研究，想知道喺愛情中其實男人係要啲咩啊？咁就發現原來只有一樣嘢能夠真正顯著預測一位男士喺關係中嘅走向，就係佢女朋友、佢老婆能唔能夠保持所謂正向嘅態度。單單係呢一個 factor 就能夠解釋男性超過一半以上嘅戀愛滿意度。樂觀去睇，男人真係好簡單嘅。喺諮詢嘅時候，我經常會問到你哋啲男朋友，你最中意你女朋友啲咩啊？聽得最多嘅答案就係佢好乖、好聽話，唔會出去玩。啲女朋友們聽到唔知會覺得點啦。我哋又可以再諗下男仔嘅溝通習慣，今次就喺翻你哋女仔嘅口中得知啦。有3個最常見嘅 pattern。當你有嘢想同男朋友溝通，佢就非常中意：1. 立刻解決問題； 2. 完全無視問題； 3. 你淨係講一次好啦，求下你以後唔好再提，都係主打個簡單解決嘅方向出發。咁點同男性呢種親密相處啊？美國密歇根大學之前都做咗一個逐日追蹤嘅研究，原來男女情緒波動幅度嘅差異係好少嘅。女朋友會因為男朋友一句嘅說話而受傷，其實男仔都會㗎，不過佢就忍咗。但好消息嚟啦，男仔喺語言上被稱讚所產生嘅正面效果，比女仔嚟得大好多，就係佢哋非常中意有回饋啊。習慣從伴侶嘅稱讚中嚟確認自己嘅價值，所以你同一個男士去相處可以係好低成本嘅，讚佢一句你好勁啊，佢就可以開心半日。背後嘅邏輯係因為你增強咗佢嘅主體性，特別係當你哋啲男朋友或者老公履行完一啲伴侶或者男士角色上嘅責任之後，一句嘅稱讚就夠啦。記住咁樣已經52%，幾抵玩。咁但係我都知道點解你哋有啲人唔肯做嘅。